大家好，咁就先晒個冧先，因為呢兩個禮拜都冇出文，片都出疏咗，就因為呢兩個禮拜實在太忙啦，太多人搞永居。雖然大家都知我成日拍片，成日拍 reel 講咧，straightforward 冇乜特別嘅 case 就唔需要揾律師嘅。咁但係咧，原來有問題嘅人咧都比想象中多。係咪可能俾律師嚇親啊？係啦，又有啲人又俾其他人嚇親咁樣啦嚇，即係都冇辦法。超速啊！係啊，超速啊，破個產啊呢一啲，咁啊係啦，但係都再一次唔好意思啦，咁我哋都會盡量去努力翻一個禮拜，希望可以出到2條片，同埋文亦都希望可以盡量出密啲嘅，咁啊希望可以對得住真金白銀課金俾我哋買我哋 Patreon 嘅觀眾同聽眾啦。琴晚啦就出咗篇比較長嘅文啦，咁啊佢就本身想叫實用文系列，咁我就覺得其實係講真話好難聽系列啦。我下次會用翻實用文系列嘅，好似好入口啲啊。是但啦。咁啊係啦，咁但係點解會打一篇咁長嘅文咧？其實因為最近有啲人就俾咗啲靈感我，咁啊呢啲人係咩咧？就因為最近留意到有啲人咧就話我係佢睇咗 Moon Ma 條片先嘅個前睇咗 Moon Ma 條片先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就話我係一個投機取巧嘅分子，家庭權都係為咗呃人呃。其實你講咗啲乜嘢啊？我都唔記得咗講咗啲咩，大家可以有興趣可以上去睇下條片啦嚇。咁係啦，咁即係呢一啲咁樣嘅無中生有攞嚟講嘅垃圾咧，咁其實年中都聽唔少嘅。咁啊，當然就唔會上心啦。咁但係唔上心之餘咧，就忽然之間諗到，好似有啲嘢可以喺呢一度借題發揮一下咁樣。大家會見到我哋嗰篇文咧，其實就係講緊一啲好現實生活嘅事情啦。如果你講緊真係要去到，即係我哋講緊就係一個社會契約嘅事情，即係如何去管治一個地方、一個國家、一個群體，甚至乎一個家庭啦。即係華人就有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啦。咁但係其實最核心嗰種主義，亦都係一種社會契約論嘅概念咧，就係人即係最核心、最原始嘅一種組織，其實就係家庭啊嘛。咁然後由家庭之後，你就可以擴散出去，變成一比較大嘅團體，可能係學校，可能係公司，可能係社團，然之後就可能係國家，咁然後係國與國之間嘅群體，然後再擴大到去到成個地球、全宇宙咁樣啦。當你去處於一個呢一啲嘅群體裏面咧，咁其實佢某程度上就係一種集體意志，佢就係一個共同體。而你要去管治呢一個共同體嘅時候咧，你就會有一個人，佢亦都會有一套制度去俾你選呢一個人出嚟。然後所有呢一個群體裏面嘅人咧，亦都可能係自願性地放棄咗，或者係上繳咗某一啲嘅權利同埋自由，咁然後令到呢一個國家或者呢一個團體可以有組織同埋有秩序規律咁樣去運作。咁所以大家聽落其實就知道，即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啦嚇。大家去主動放棄咗一啲嘅權利，之後我會去遵守呢一啲咁樣嘅嘢。喺唔同嘅組織都會有噶啦，係啦。你同你隔離屋嘅家庭習慣可能唔同，宗教同宗教之間嘅關係可能唔同。佛教徒、道教徒、猶太教徒，佢哋會有自己嘅傳統。國家同國家會有佢哋自己嘅文化同埋自己嘅法律。佢哋選一個去領導人嘅方法出嚟亦都唔同啦。即係我係一個比例代議制、一人一票選舉制度，定係我係一個最高精神領袖，咁其實都會有自己嗰一種玩法嘅。咁喺英國亦都唔例外啦，即係英國我哋就叫一個民主社會啦。咁樣咁其實就通過大眾去一人一票去選一個領導人出嚟啦，無論係 council 又好、MP 又好，或者係首相都好啦。咁當然首相唔係你選啦嚇，但係你選邊個黨，咁佢哋就會有一個首相出咗嚟啦。咁所以呢一個國家其實有啲乜嘢人去管治，會變成點樣？其實就係好視乎大家去如何投票。好多香港人其實就會認為呢一種係民主自由嘅表現啦。只要一人一票選一個人出嚟咧，咁我就係公平噶啦，因為我唔會有一個獨裁者，我唔會有一個暴君。咁當然其實呢樣嘢係非常之錯誤嘅觀念啦。即係你成日都話呢一個民治嘅問題啊嘛，係即係如果啲人民冇民治的話，其實呢一啲民主選舉，點解你要強調係我講？因為你成日都講呢樣嘢，即係係啦，即係如果我嘅民治就會對呢個社會造成有時可能係無法逆轉嘅一啲傷害㗎嘛。因為我係比較
對我係比較 aggressive 啲嘅人嚟嘅，所以成日強調文字呢樣嘢，我希望大家會 realize 個問題喺邊度。佢個問題就係、好似好小氣咁樣，成日講住，因為我真係好小氣，即係我好唔中意人哋睇喺英國嘅香港媒體，因為其實我唔知寫新聞嘅人，佢係冇睇過英文原文啦，淨係佢英文程度唔夠，但應該唔會。你寫得新聞嘅話，你應該個學歷程度好高噶嘛，你一定有好高嘅文化背景深厚噶嘛，係同即係呢個應該係正確噶嘛，即係你覺得唔係？當然唔係啦。嗱，我絕對不否認喺外國你要去做記者，要從事 journalism 咧，其實佢哋嘅學歷文筆其實或者係個思辨能力，其實通常有翻咁上下水平。香港記者就頂多好過台灣記者少少嘅啫。你話香港嘅記者真係咁高質咧？我諗睇緊嘅觀眾大家會心裏有數。係，即係所以我見到佢哋淨係佢哋有意去刪改咗英文原文嘅意思，變咗出到嚟根本就唔係嗰回事。That's why 喺我哋自己 channel 入邊嘅 WhatsApp group 入邊，基本上所有中文媒體係同英國國際有關嘅新聞咧，如果佢哋係用香港文字嘅媒體咧，我都會查咗佢嘅，因為真係會令到人哋個智商降低咗。即係 sorry， 我知我唔應該咁樣講，我唔知點樣去形容呢樣嘢。但即係你睇得多，你就會相信咗呢樣嘢係真。就好似你睇得 TVB 新聞多咁樣，你都會以為而家伊朗係打人緊嘅。即係如果你唔睇翻原本，又或者我唔好話英文媒體一定係啱，但英文你都可以睇唔同嘅 sources 啊嘛。你可以睇下我先睇 GMA News， 跟住睇 Telegraph， 睇完 Telegraph 我可以睇特新，我可以睇家庭。係 exactly， 即係你左右媒體睇晒。你都還有一個思辨能力喺度啊嘛，你都還可以思考下而家發生緊咩事啦。港人媒體係冇噶嘛，我唔知佢哋真係或者係媒體就永遠都係一種 propaganda 啦。我成日都話咁，所以其實每一個媒體背後核心裏面佢都會有一個 ideology，同埋會有一啲 agenda 嘅。咁以前喺香港其實大家都會見到呢樣嘢，but at least 你喺香港嘅時候啦，即係唔係計呢幾年啦，國安法之後嘅幾年啦，可能你諗翻10零20年前咁樣咧，其實你會見到唔同角度嘅思考嘅，即係你去睇明報，你去睇蘋果，你睇蘋果，你睇明報，你睇信報，你睇東方，咁其實佢哋嘅角度係有少少唔同嘅，佢哋講嘅嘢係會有少少唔同嘅。佢哋裡面嘅專欄，佢哋嘅作家，佢哋嘅取態會唔同嘅。咁所以其實如果你係可以當時培養到一個習慣去睇晒唔同嘅媒體，其實你可能會培養到一啲你自己比較獨特嘅見解，或者可能我睇完呢份報紙，我好似吸收咗呢一個報紙講嘅嘢，我俾呢一份報紙啱啱所講嘅影響咗我嘅印象啦。咁然後咁我睇咗第二份報紙，我就忽然之間出現咗一個新嘅角度去諗。咁然後你可能喺兩種角度撞之後，你自己會 develop 咗一種第三個嘅角度出嚟。咁所以好多時以前讀書嘅時候，點解先生會成日叫大家去睇到啲報紙？點解大家要做剪報咧？深刻其實係有用嘅，其實就去做呢啲。但係嚟咗香港，即係嚟咗英國之後咧，好 unfortunately 咧，就港人媒體就得嗰幾份啦，即係追新聞啦、綠豆啦、菱角啦，或者可能最近有《灣岸日報》啦。咁《灣岸日報》個政治色彩就比較薄一啲嘅，薄一啲嘅。咁但係如果你講緊綠豆、追新聞同埋菱角，其實佢哋個 focus 係喺香港嗰度嘅。所以你見佢哋亦都唔係話係為在英港人去提供乜乜物，其實佢就係可能OK， 你 focus 唔緊要，但你唔好將佢原本意思篡改咗，根本唔係嗰樣嘢。佢個 ideology 唔同啊嘛，即係佢哋嘅 ideology 其實就係簡單啲嚟講就係反中港政府啊嘛。所以咧，所有中港政府嘅新聞，所有大家覺得一係就俾大家去嬲，一係就俾大家去鬧。咁樣你同大陸人做緊嘅嘢冇分別噶喎，即係我不停喺度講啲新聞，咁你就去憎日本啦、憎美國咯，咁你做嘅嘢冇分別噶喎。而家 exactly 佢哋做緊嘅咪就係呢樣嘢咯。所以你話真係就算 even 佢哋 cover 英國嘅新聞咧，都只會牽涉到一啲可能真係好關香港人事嘅，即係例如我今呢一個 council 我要加稅。係啦，又或者係可能係咯，即係呢一啲嘢咯，即係真係好 exclusive 做香港人嘅一啲事情，又或者可能係我哋有一個新嘅 council 出嚟啦，咁又成係咁樣。咁當然我哋可以理解啦，即係 for example 你每一個
community 其實佢都會有一份佢哋自己嘅一啲媒體。咁 for example 你好似波蘭人咁樣，佢哋都會有一啲波蘭人嘅媒體，咁然後就可能 cover 在英波蘭人嘅一啲事情咁樣嘅。咁但係到底你嘅方向係啲乜嘢咧？即係如果你係純粹想係有一份我會比較貼近，令到大家可以知道喺呢個 community 發生緊啲乜嘢事嘅冇問題，即係好似你返教會嘅時候嗰份教會嗰啲刊物咁樣啦。咁但係如果你標榜我自己係一個報紙，俾大家去知道呢個新聞啊，世界發生緊啲乜嘢事嘅話咧，咁其實就係你係應該要俾人知道呢個世界 exactly 就係發生緊啲咩事咯，而唔係純粹想話俾人哋知你想話俾佢知嘅事情。所以點解我哋去睇追新聞啊、綠豆啊、鄰國啊，好大部分嘅 cover，for example 你睇佢哋最近嘅，其實鄰國好少少嘅，講真。係，但係佢哋最近，例如佢哋最近嘅報導，基本上絕大部分可能一半或者一半以上，其實就係講緊英國單間諜案啫嘛。係啦，即係我就係全部好 detail 咁樣去講話呢個人點樣喺英國做滲透啊，收咗幾多錢，然之後可能就 follow 啊邊個，可能係Monica Kwong 啊嗰啲咁樣。唔係唔好，但係你除咗去俾呢一啲香港人關心嘅新聞以外，其實你係咪應該由其他一啲更加 general 嘅角度去講下關於呢個英國發生嘅啲乜嘢事，而唔好淨係 focus 翻。呢個我幫啲觀眾講啦。其實佢哋報道呢一個間諜案係件正確嘅事嚟嘅，因為佢哋唔報嘅話咧，係冇其他香港媒體報噶啦。所以我一路都講，我針對嘅嘢咧就係除咗港澳台嘅新聞，如果呢啲你係用翻香港媒體去報咧，我係 OK 嘅。但如果你牽涉到英國嘅係即係國際嘅事，你用香港媒體去報咧，咁就唔正確啦。即係 for example， 可能我去報道美伊戰爭，跟住我個 focus 就係淨係得中國嘅船可以運過，可以行過霍爾木茲海峽，或者可能話伊朗嘅石油全部去晒中國。又或者啲 focus 嘅嘢都喺嗰啲位置咯，其實就係想不停咁樣去 portray 中國係個邪惡中心國。我當咁呢樣嘢冇問題嘅，呢樣嘢係你自己做開嘅嘢。但係如果你所有嘅 focus 都淨係咁樣嘅話，其實某程度上你就變咗。你睇嘅世界就好細，同埋又或者好似台灣嘅新聞咁，我而家係好怕睇台灣嘅新聞嘅，即係佢一講呢個伊朗戰爭咁樣，佢講嘅嘢咧，我諗有好多篇幅係佢哋啲想像出嚟咯。係咁根本有啲嘢我係英文 source。我係見唔到嘅時候，我就諗其實呢啲嘢佢點解要咁樣寫出嚟咧？咁幸好香港嘅媒體未去到呢一個環境咯。係啦，但係problem is 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香港人出咗嚟，眼光就應該要放向世界。當然唔係放向世界就唔係好似啲超級左膠咁樣咧，就話自己。我就係呢個地球村啊 ，everyone is the same，everyone is family，welcome refugee 咁樣，當然唔係呢啲。放眼世界係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國際性嘅視野，唔好再將自己嘅眼光同埋自己嘅人生嘅計劃局限咗喺一個細細嘅香港嗰度，因為你都出咗嚟啦嘛，你唔需要再淨係困喺自己嘅原生地嗰度啊嘛，無論係 mentally 定係 physically 都好。咁好啦，咁你出到嚟其實就應該要多啲留意下，到底外國發生緊啲咩事，唔係話因為你要扮 international， 因為實際上你當然你已經 international， 你離開咗香港其實你已經 international 咗噶啦。咁但係你出咗嚟，起碼 at least 你要知道外面嘅世界發生緊啲咩事。有一單新聞其實我留意香港媒體係冇報嘅，每一份都冇報嘅，就係咧喺3月9號嗰日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英國新聞啊？係咪灣岸日報有報啊？好似有冇啊？唔知唔肯定啦，係啦，即係嗱，例如你3月9號咧，其實政府就 publish 咗一個針對伊斯蘭啊，針對穆斯林嘅惡意行為，即係有啲 hate crime 啦嘅 non-statutory definition， 即係一個唔係法定嘅一個定義。呢個其實係咩嚟嘅咧？其實早於舊年咧，由工黨政府牽頭咧，就話咧英國嘅針對穆斯林嘅 hate crime 好嚴重，嘅仇恨罪行好嚴重。咁所以咧，我需要去就住呢一件事咧，就要去處理。咁然後咧，佢話要去處理一個問題。如果你要去處理一個問題，首先你要知道個問題係乜。你要知道個問題係乜咧？首先你要識得叫呢一個問題，即係你要稱呼到呢個問題，你可以定義到呢個問題，所以我要俾個名佢。
咁因為佢就話，如果你連個名都唔知嘅話，你係無從入手去對付呢個問題嘅。咁當然對呢樣嘢啱唔啱，我自己就有少少保留啦。即係你係咪真係樣樣都需要俾個名佢，你先至可以正確地去形容到呢樣嘢到底係啲乜咧？咁我諗對用中文嘅大家嚟講咧，this is not always the truth。咁但係好啦，由舊年牽頭開始，其實呢一個行動咧已經係一路都非常之有爭議性㗎啦。就因為第一啦，佢為咗去做呢樣嘢，佢就成立咗一個 work group。咁而呢個 work group 咧，基本上99% 嘅成員咧都係穆斯林嚟嘅，所有牽涉有份去 contribute 嘅組織咧都係一啲穆斯林嘅團體，一啲伊斯蘭教嘅團體嚟嘅。咁所以基本上就係圍啲 consultation 係冇意義嘅。咁然後當然啦，當時社會亦都有非常之多嘅評論啦，即係點解你要去好似係咪伊斯蘭大晒咧？穆斯林就大晒，伊斯蘭教大晒咧？點解你要咁大做文章去好似為咗幫呢啲人？咁但係其他嘅宗教又點算咧？即係嗱，本身個 work group 咧就係話要去 address Islamophobia 嘅，即係呢個我哋叫做伊斯蘭教恐懼症啦。咁其實呢個字咧，我哋都不嬲都覺得有啲問題。即係例如你好似針對猶太教嘅人士，即係針對猶太人嘅行為咧，其實我哋叫 anti-Semitism。但係針對伊斯蘭教咧，你就叫 Islamophobia， 即係我唔中意猶太人咧，就係我反對佢；我唔中意伊斯蘭教嘅人咧，我係病，我有病，係啦。咁即係你就夾硬話佢有病。咁咧，所以呢個本身即係我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問題啦。咁好啦，經歷咗一年嘅不停咁有唔同嘅 debate 遊行之後咧，咁去到最終呢樣嘢都係有照推行啦，亦都塵埃落定。喺琴日咧就唔係琴日喺3月9號咧，政府就正式公布呢樣嘢，我哋叫做 anti-Muslim hostility， 即係針對穆斯林嘅惡意行為。咁啊，當然就唔再話你有病啦。咁佢政府咧就俾咗個 definition 佢。咁呢一個 definition 係乜咧？嗱，我要揾翻嗰個 Muslim 嗰個定義俾大家。其實咧個定義咧就係講緊話係一系列嘅，其實我睇完個定義之後咧，